来乡亲啊，继续来看中国的军机扰乱台湾的数量是创新高。国防部来公布，为昨的透早6点到早起的透早6点，所侦测到伫台海周边活动的阿强的军机有103只，军舰有9只，其中有40只军机是驶过海峡的中线，而且延伸进入咱的西南空域。国防部向北京来发话，停止这种破坏性的单边的行为。同一时间，美国商务部的副部长罗卡西奥到台湾访问3天，这嘛是美国的商务部首相访问台湾，战级相关的官员，将会甲咱的数位发展部针对治安的议题进一步来讲合作。这一条飞行路线图，这是共军侵入咱西南防空识别区上新的动态。公布为昨早起6点到今日早起6点，总共103架次的无人机甲9台军舰伫台海边仔活动，是最近上悬的记录。共军持续的军事骚扰，已导致紧张情势急剧升高，恶化区域安全。呼吁北京当局负起责任，即刻停止这类破坏性的单边行为。依照国防部统计，有40架次的强机超过海峡中线，其中有10架次的歼16架、2架次的运20幺空警500嘛是2台，飞入到西南边海域了后，更加为巴士海峡到咱国东南边的空域太平洋边仔伫飞，和全台湾的空军飞弹基地经营一日弹。它是针对近期美国、韩国等在黄海的演习，还有就是美国、韩国、纽西兰、澳洲等6国在黄海、在东海的演习，以及在南海有19个国家的演习，对中国呈现一个包围态势，所以政治上它传递一个就是抗议跟反制的讯号。在这个敏感的时期，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家标准甲技术研究院的院长罗卡西奥早起拜会蔡总统。院长请出访。并且开始3天的访问，这阵伊带13间的美国资源公司来台湾，打算要拜会国科会、经济部，并且甲数法部就治安的问题做进一步的协谈。稳输强化的技术将成为双方对谈的重点之一。从我上任以来，就不断地强调治安就是国安的概念，也推动相关的政策。台湾非常乐意和美国等全球民主伙伴共同分享经验。罗卡西奥这次来亚洲巡回头一站就选伫台湾，强化美国台湾治安联防的决心，用意真明显。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